2030嘅行墾村係一個居民多元65歲嘅傳統農村。5年前，喺村長莊美帶領下，一群老農民開始咗一年嘅有機革命。大家稻谷自家整嘅全台灣第一個有機農產生產合作社，第一年種嘅差唔多用嚟賣，裡面常常有嘅名聲，更加一年嘅米還個搶水果，都賣到唔拉賣喲。農民個賺得到錢呢，後生人也開始很艱熱白。行墾村嘅有機農還個耕種面積都成長嘅也批喲。唔過而來大環境改變氣態喲，為10年來，一年一隻嘅農產增加為7000噸，農地變那個唔完整，變少為土地有氣態價，使農民都受到過大嘅威脅，更加上海種還冇聽出有地本種。这个天景台，一家把中风铺出空地上不下。这个是那个有机餐厅他们指定要种的品种啦。那所以我们今年也是第一次试种，那一株只能留1顆而已。销售hand係伊拉行墾村嘅有機農，佢自家是空田食品，希望消費者咪強調食得到安全食材，所以堅持做有機。不過兩條路唔好行，為到村下那上千，佢種類多種，老豐鋪保守老台灣都種強下。讓每一個月啊都會有不一樣的農產品都可以採收。那因為一定要有經濟的支持，才能有那個動力可以繼續走下去啊。所以如果說連3餐都有問題的話，那很有理想想要做有機農業，但是你會一樣會面臨到這樣的問題。因為我們前幾天都一直在採。小心。其實我們採主要都是用轉的方式啊，因為它地頭是用轉的，這樣子，如果你把地頭拔掉啊，就是你用拉的或者用扯的，它地頭拔就自己容易受傷。它受傷以後，它就容易發霉。落個水後，一粒添幾個，劍頭，佢哋當啲嘅3排行，連住片當啲嘅就添幾個。從外觀看起來就是會比較小，比較醜。因為一般慣行的是大概是這個的2倍大，1倍到2倍大啦。然後我們有機就是比較醜，可是我們的吃起來就是皮會比較甜，可是汁也很酸，然後筋爪會比較濃。93片阿爸買嚟兩地鐵種添幾個，睇下嘛是係種類自家時，也係送朋友，當然唔寫咗個。只不過年連住片轉類就下個人，為盡做成入類做，就發現冇很貴。從產量比起來，可能一般慣行5分地就大概快1萬斤啦。我們這個全部大概快6、7分地才4000斤、5000斤左右。全台灣95%嘅添幾個都係宜蘭種嘅，大體用傳統乾坑嘅方式來種，只經加時太咗30-40個月，大部分都加工就算含酸添。點住片嘅添幾個是係就下來種賣，只經外賣100到800個月，含賣到唔難賣。唔過產量少，面呢還多訂幾個個，老先生哋基廠保管工作，今年從嚟到幾百萬元來比，兩下收入是中上估計。這樣其實只是可以，糊口啊，還沒有辦法到養家。以我想要的目標，我是想要食農教育跟觀光體驗，讓大家認識這個環境跟大地。嗰類當中挑那一片，為是度解寶馬上到東獎，40歲嘅農民林家中，3分地種搶菜，6分實田，挑下馬老選做農業，出現在最難嘅有機方式。因為我都不會啦，所以想說你去學慣行的噴農藥，跟學那個做有機的，可能噴一些易肥啊，噴一些那些有益菌啊，對啊，那既然都要學，就要學有機的。小樹漢、林志平、林家儒都係宜蘭行墾村民。民國98年開始，行墾村喺村莊種每個大量下，開始推冇農藥、冇法配嘅有機革命。最早是老村長，他其實他從以前就不喜歡農藥的味道，然後那個時候97年、98年剛好有這個契機，他就是突然想說他要做這件事。然後他就從水源頭就開始挨家挨戶的去揪這些老農來做。對水頭講到水尾，一屆一屆去墾去講，
不过温度降中因改变，那就很简单。一般的农民他喷农药喷了20-30年，你突然要他改变，他觉得说没有农药种不起来，所以推广上也不容易。但是后来还是很努力的在做，这2-3年就是每年的人数跟面积都有增长。头一年有13家人，面积9公顷，两下总投入47间沙山，预计养殖面积有40公顷安发。为发展有机，行田村的体力为2好，先天就别人很难涨。除了天口水路，人天排水崩溃类。行田好、安农好、老万附近，处理行田村界定地然保险类，同天然界老人拆开类。它两侧又刚好有这个安农溪跟那个行健溪，所以它的环境是比较区隔。那再来就是它位于三星乡，其实也算是在南洋溪来讲，它是比较属于比较上游一点的位置啊。南洋平原来看的话是这样，所以它的那个水质也会相对就会比较好这样子。行田村嘅村民头俊65歲，係典型嘅農村。99年8月，兩條羅崗中醫、大家隊伍成立行田有機農產生產合作社。老產銷辦冇途中嘅係，也係村民自家想做、自家成立嘅。做得講係財體力量犧牲嘅，大家橋下行銷，喺那點嘅係全推翻投資者有機合作社。阮當時5-6年前嘅時組織這合作社，要認證嘅時哦。嘛叫因幫阮鬥寫，阮老農也比較寫嘛唔捌，要寄就我倒嘛是愛來遮壓，愛來遮拍包包裝攏安尼。在當時啊，在幾年前，那個時候農會要去成立一個有機稻米的產銷班，是不太容易的。那也沒有那個氣氛跟那個狀況，所以他們就是這裡的老農就想說，那我們自己來做一個合作社。入社的話，就是說都會有入社的股金，那合作社就會有部分的資金去做那個機器設備的購買。精米機、寫字機、真空包裝機兩道都係合作社投資買嘅。投資標注家嘅有機生產嘅昆種包裹，透過用傳統嘅方式來耕種，假使唔好，你得未過到當件事，兩下有機米是係賣到唔難賣。較早米就是交農會就是100台斤的尺才千幾塊，12-13塊安尼爾啦。做田哦，一般的差不多賺未超過5萬塊，一年一甲地。你正要做嘛，無幾甲地啊。和你講有4-5甲地，嘛才20萬，20萬，比如講阮2阿某生活嘛，袂得過。最早就是農民種出來的有機米，不曉得賣到哪裡去哦，到現在。幾乎是供不應求了，就是只要農民種出來，大家就被訂光了。那農民自己本身也會有一群那個就支持者這樣子。包裝行人等行田有機無鄉村，用路好賣，高價貨送到貨，連下農民嘅收入都增加咧。送1箱米，這3箱攏是菜，要栽培要夾，摕來阮合作社再做一擺夾呢。貴圈拍學嘅天地大天氣後背清時，天大好除為開始10天內，上推薦還係用傳統嘅方式來耕種，先貴族4年2千種內，開始做有機，產量稍微上升。佢講後代做合作社退休。農夫你要務農，要到田裡，又要到市集去買賣自己的商品，這一塊是真的蠻困擾的。那有合作社幫忙幫做一個整合。那是不錯的。很多朋友也想說像我們這樣子回來，但他想要自己做自己的品牌，然後相對的規模什麼，然後樣式都會比較少，所以在以生產面或是銷售面，它是比較不容易做起來。然後用合作的方式，大家可以分工或配合。一方面我加入這個合作社，可以學到，我在這個地方可以做什麼樣的耕種的一些知識嘛，還有一些方法。然後我一方面也可以幫助他們做一些電腦文書啦的一些處理。行田有機村發展到同辛苦，不過是幾項很有問題會改革。雖然說一直面積上面人數有在成長哈，但是其實就是說，我們還是需要
面积继续扩大，才会达到一个经济规模，对，才会有办法负担现在这样子的那个人力的部分，也要再吸收更多的有机农民来加入这一块。除了之外，宜兰大环境改变，每天天嘅大类威胁。照數據宜蘭工作坊調查，89年農業發展條例修正案，讓農田買賣門檻並寬加當多，係那對象冇限農民。全國新起嘅農場有7都定宜蘭，早期寫山路開通過後係那離開。99年到期，桃園當年加起嚟700棟農場，每次係當年增加2度。隨住天氣變到50風，就該朗朗上上，還就變少老虎業也的問題。所以講，你看阮宜蘭的地3000個地去用起厝去種地，起不了的。做田人日子歹過啊，都愛賣地啊，做產都愛賣啊，唔知會當過日，才有錢哪用，無你欠人嘅錢就無錢啊，田無賣袂使啊。所以講政府你講叫人田賣袂用起厝，無可能。農地在萎縮，這個已經是一個事實了。那這1-2年來，又有蠻多年輕人回鄉的，他們面臨的困擾會更大。就是實際上有在耕種的，他不會輕易把農地釋放出來。那要賣的大概也都外地新移民大家都買光了，所以現在找不到地。點解中肯講5年前是第3分辨嘅農田太早是500萬，一下子嘅起到1000萬很多，農民根本賣唔出水。我們其實有一個農地銀行的政策了哈，這樣的農地銀行包括希望是透過一個政府媒合的角度，那有一些如果說願意農地在休耕的那個的農地，甚至有一些廢耕的農地，那我們希望是這個透過公所的盤點，然後我們來做一個轉介的功能。頭擺係剛才做起天，第二下邊都剛才冇起天呢。初算中票價，只分提2-3年前漲至1000個元做票價多，第二下提少為2-3千個元。農民擔頭喊下衝之外，行為少提中南擺為老田買天魔，係講講嚟經驗如為分手菜，先前辛辛苦苦融入進來耕種，出場流水融額全冇逃離。我們只是一個農夫啊，我們是跟地主承租土地。那地主當然他自有土地要買賣，我們真的是無奈。農夫的部分是無奈。那持續的更換土地，這個也要接受它。對呀，真的是要接受它。10年來，宜蘭人增加了7000棟農場，中央法令魔鬼，地方政府對其農場就天朝為很難嚴格。為咗促進有機農業榮效發展，宜蘭縣政府推動有機農業促進實施條例，喺去年8月3讀通過，讓有機農業確實提出政策。宜蘭縣為了讓獎勵來這個有機的發展，那我們希望透過這樣一個自治條例的一個專區的劃設，那這個專區大概就是以10公頃為一個單位。那在這個集中的一個生產的時候，政府可以釋出更多的一個技術的服務，也是一個獎勵的服務，甚至於是行銷的服務。在政策上，不管是補助款，或者是有法源依據的這個支持，都是非常的重要的。對，那這個自治條例，我們會希望它能夠盡快的成型跟運作。它在一個範圍內的這個。大家朝有機的農業來努力的話，是會有幫助的。就嚟放眼經濟出色的老專區挖出來，就有機耕種嘅農民都持到當好，因為安樣為咗漢那都會幫助。不過為確實做到讓漢那創造，希望農田連農種都難，該有機乃就可能為咗回來呢。